各位同學好，我喺度咧祝各位將畢業嘅同學咧出去呢個社會咧有個美好嘅前程啊！多謝大家。恭喜各位同學先啦，希望你哋多啲翻嚟啦，咁樣收啦。你有咩想講？希望啲畢業生咧就能夠咧喺社會度貢獻社會。好，唔該你晒。好，我都係西亞㗎，咁啊各位西亞嘅同學啊，咁啊今年畢業啦，咁啊嚟緊應該有更加艱巨嘅生活等緊你哋嘅嚇，努力啲。好，希望畢業嘅同學啊，心想事成啦，揾到啲好嘅靚工啊嚇，遲到是咁啦恭賀咁多位畢業同學啊，咁啊出去揾大錢啦，賺多啲嚇，咁啊得閒翻嚟啊探下鄧生啊，飲杯茶食個包啊，飲茶食飯我嘅，俾錢你嘅，多謝你。